今日帶爸爸嚟5星級酒店食法國菜。期待。呢一間位於置地文華東方嘅法國菜推出咗一個758蚊嘅 menu， 以包括3道菜同埋2杯酒。今次咧就帶埋河爸同河媽去試下，而包括頭盤主菜同埋甜品。揀酒方面咧，侍酒師就會根據食物同埋時節去定期轉換。今次嘅頭盤咧就夾咗嚟自奧地利偏向清爽少少嘅白酒，而主菜咧就揀咗意大利紅酒，帶有紅莓嘅果味，同主菜羊肉就最夾啦。最深刻印象咧，一定係呢個招牌海膽多士。呢度咧最擅長用日本食材混入法國菜嘅料理。即刻升高啊！好滿足。仲有呢個龍蝦汁大蝦意粉啊，係超濃厚嘅感覺啊！而主菜咧最有印象咧就係呢個羊同埋魚。羊咧煮得好嫩滑，羊味夠重。值得一提咧就係呢間餐廳係米芝蓮3星 Amber 嘅隔離，用同一個廚房同埋同一位行政總廚做顧問。2、3，我哋3個一致認證為明我係同一家人。呢個係最好食。今次一家人食飯咧係慶祝我同河爸嘅 channel 已經過咗9萬嘅訂閱啦，希望快啲到10萬嘅訂閱，然後一家人再食過一次大餐啦！